起的事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早起哟！吵什么吵？背熟了是不是？站起来背。老师，我脚背啊。脚背？上课睡觉啊？没睡啊。没睡啊？好，你把刚才的背给我听。站起来背。背不背？不要试图给提示啊！不然一起叫家长过来背。早起的虫儿被鸟吃。你们还想不想读书？背有时候这么难吗？天天不认真上课，就会这样。怎么关不了的吧？